感恩茶会一开始先由站长再来律动歌曲《新花开》，甲现场的来宾义工甲长辈互动。安南区长叶志明、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丽金、喜德三明治经理张盛燕，以及朱成江朱善会代表，也拢做伙陪阿公阿嬷跳舞运动，场面温馨。感谢我们华山基金会，感谢我们所有的志义工的一个努力。那这个我们台湾人台湾最美丽的风景绝对是人，绝对是人。为什么是人？是因为有大家的一个帮忙，我们才能够成就这个地方在未来还是期待大家的帮忙。今天来这边看到一些叔叔阿姨他们的精神状况都挺好的。然后我们今天也十分感谢华山基金会给我们这个机会过来参与这17周年的感恩茶会。那接下来就是说，未来有任何活动的话，我们那个喜德呢也会全力的配合。安南爱心天使站成立至今已经有17档，在地服务超过300名60长辈，也是因为有真侪善心人士斗骹手。才互长辈照顾服务无中断。不过这2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互袂少社福团体拢真辛苦。台南 A 线站长张瑞芬表示：安南呢是我们台南呢，算是第一个开站的站。那到现在呢，大家也看到说，到今年已经是17周年了。那华山呢是从民国88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成立，一路以来呢来提供免费的到宅服务，来帮助许多的长辈。那这2年疫情，我想各行各业都非常的辛苦。那感谢社会大众一直以来的帮忙。那今天特地举办这个茶会，邀请善士跟我们长辈一起制作元宵的花灯。那希望能够写下心灵的愿望，健康平安，疫情能够赶快获得控制。那诚挚邀请就是社会的大众一起加入爱老人的行列。华山基金会为了照顾在地60长辈。目前在全国成立大约400个爱心天使站，服务将近3万名长辈，秉持在地老化、社区互助等理念，免费提供教体访视、慰问关怀、陪同就医等服务，期待以在地人服务在地人的精神，建立社区互助自助的模式。也欢迎认同因照顾理念的朋友，做伙加入爱老人的行列。台南新闻赵秀伟采访报道。